個火車。我哋坐快鐵火車，去哈爾濱。因立體與工作人員前去，請於按邊度啊？第三啊，第三個地度。喂，第四呢邊喎，我哋嗰邊個睇係咪？快啲走啊走啊！揾第三嘅，第三啊呢個，第四，第四啫，第四啫，揾第三，好近咯，到咯。我過嚟啦！最前啊喺前面咯。領你個新隻買嘢。吹火車。F 邊個 ？F 喎。呢度 F 啊？數啊！我哋嘅係1、3。真係呀！冇錯。入面冇位坐咯，你係同我哋 share 坐嘅。有人咧。我未揾到位啊！你，我哋嘅第幾位？哎，你们会说普通话？會啊。